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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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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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哦我。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天嘿就会样，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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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哈利路亚。好，我们华语礼拜在1分钟后开始，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开心！今天我们在这个早晨，我们可以一起起立，我们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唱我们第一首歌，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好，我们现在邀请弟兄姐妹可以跟你的左右邻居前后左右挥挥手，挥挥手，大家平安。耶和华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一起拍手。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
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感谢主，这一生都引领我们的左右。主，你是我们盾牌，你一生都会保护我们。主，我们谦卑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在这一生伸手陪我们向前走。主啊，求你将重担为我们挪，加添我们力量。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龙面，你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手所造，神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烛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枝草，呼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枝草，呼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因为我们的忧虑你都知道。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之上，只有你是唯一真神，只有你是我们的依靠。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龙面，你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手所造，神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烛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枝草，呼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必上枝草，呼所求主恩典丰饶。
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闭上翅槽，呼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闭上翅槽，呼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闭上翅槽，呼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大大的呼求，主，我们全然的交托。主，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这一生都要用力来追随你。主啊，也求求你看顾我们接下来礼拜都有主你的旨意在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大家依然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告别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读。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任内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的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现在进行奉献。今天奉献主日也是有为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奉献哈，里面周报有讲的。那我们若有感动的，请我们也可以来为神学教育事工来奉献。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要用祷告的心来寻求你的面，将我心中又大又难的事交在你的手中。你必要帮助我，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上帝。祈求天父的光照着我软弱的地方，使我勇敢不逃避所遭遇的困难。赐下盼望在我里面，因为我知道你的恩手要扶持我，让我在生命的破口处站立得稳。主耶稣，你说寻求耶和华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主耶和华，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谢谢你，在我们处在不如意的时候，你依然环抱我；在我受伤跌倒的时候，你扶持缠裹我。当仇敌撒旦攻击我时，你总是
我的四面的盾牌，是我的力量，是我的帮助，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谢谢主，让我们认识你，成为我的依靠，做我的保护者。谢谢耶稣爱我，你的恩典慈爱与我们同在同行。这是我们奉献的金钱为主的圣工所用，祷告靠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来做报告哈，这个我们的周报里面有写，今天就是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啊，我们感谢许万林老师，他今天为我们来传讲信息啊。在11月13号第3点，北中心中庆祝70周年有桌球队比赛。那我们建成教会也有组队参加，在真理大写。我们希望有时间的人真的一起去加油打气。还有感恩节，这个是每年我们最重要的日子。今年是在11月21号那一天，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不管我们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服事，用我们感恩的心。那我们那天是禾堂礼拜，所以大家都要一起献心献银来回应上帝。这一年来虽然是疫情，但是上帝保守台湾一切平安，也迈向越来越好。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还有11月21号感恩节那个礼拜下午，我们要开始进行圣诞节的布置。这个事情会请总务部在群组有公告，请大家注意。还有第6点比较重要是11月27号上午10点，我们要召开长执会。12点要开2022年的事工研讨会及预算会议，所以请那个2022年圣歌队敬拜团各团契会长、辅导都要列席参加，还有中午有准备便当。第7点是我们有一点更正，也是注意的事情，就是财务同工工作非常繁重，所以今后对外奉献就像今天有台神主日奉献，你今天没有带你想要奉献的金钱，但是你今天觉得有感动，你在下礼拜你依然可以拿来奉献。但是超过了下个礼拜的2周以后，你可能想要奉献，就要自己就拿台神的账户或那个机构的那个账户自行奉献啊，我们教会就不再代收。就这个事情，请大家配合。团契的消息，11月12号礼拜五松联团契有聚会，是林朝泰牧师主持。11月13号4点妇女团契是知梅牧师的主持的时间。肢体消息，那我们在第一堂有叶秋霞姐妹，她那个我们知道她的儿子叫洪忠，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她另外名字叫什么？那个她已经就是也生了一个女儿哈，那秋霞已经生个很年轻的阿嬷哈，好，那我们也祝福她。那另外就是我们的凯华就是我们社青的会长哈啊，也是明年主日学的校长，他在昨天大概是7点10分哈，也生了个儿子，好，大家都为他加油，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啊，我们祝福他啊，小孩子身心灵都一起健康成长。第2个就是凯蒂的父亲，就是吴安祥安的阿公爷爷，他安息主怀了，享年90岁。那我们愿主安慰遗族，我们以喜乐的同乐，以哀哭的一起哀哭，所以将这几件事情来跟我们第2堂的兄弟姊妹报告。奉献的明细，请大家自己来看就可以。好。我们继续要来攻读上帝的话语。今天的圣经的话记载在诗篇121篇第1到第8节，我来读。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
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台神的徐万林老师，他来为我们传讲道理。他的题目是耶和华是保护者。我们将时间交给徐老师。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到建成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哈。其实我们人数比较少，你后面可不可以往前坐哈？当然你要保持社交距离，但是大家都有戴口罩哈。就是说后面那边的可不可以尽量往前面坐？后面几排应该以后，我看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跟黄牧师、林牧师比较熟哈。教会也许是可以用一个红带子把几排之后的封住。他们不准坐，要尽量往前坐尽量往前坐，大家会敬拜在我们敬拜上帝哈。这是一个邀请，越往前坐，其实我们现在礼拜不是要上课了哈，上课的时候有时候距离老师远一点，但是我们敬拜的时候尽量往前坐哈。各位弟兄姐妹哈，很高兴今天在这边敬拜。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黄牧师还有林牧师都是我的学生过去在台湾神学院教过他们他们在学校用功努力那跟我感情也很好很高兴看到他们，那也高兴看到他们全家今天都在这边但这里因为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我在这里代表我们神学院所有的师生，我们蔡慈伦的院长，还有老师同学，还有包括我们的董事长罗荣斌牧师，来向大家感谢过去建成教会在神学院上面的参与、祷告，还有奉献那所以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今年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说，通过了那个学校台湾神学院，你们知道在哪里吧？在阳明山上在阳明山上。那过去它那个地方是一个被规划为保护区可以，本来就可以了，本来对，好，没关系，好，谢谢，可以，不用，没关系，可以，行，谢谢你那所以我们这个土地上面的建筑都不能动工，那我们努力了10年花了10年的时间，总算跟着整个士林大区大区，然后做了土地的变更，然后重新被划为文教区因为保护区就不能改，上面就不能更动那所以这个未来的5年我们在学校上面很多建筑物会更新我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期望学校上面要那个建筑物需要更新不然这个很不容易不然包括宿舍，包括教室，包括图书馆，很多地方都不容易在有朝向未来继续努力那当然这除了学校的预算今年是6719万这很高的这个数目那很重要的是，其实也希望说各教会有心学习神学的人你们可以到我们的推广部可以上课，晚上我们有这方面的课程甚至我们中间如果你考虑有一天要读神学院的，也可以来多了解神学院的一些课程，然后老师我们的各方面的资讯所以我今天有带了几张那个关于台神的这个这小小的明信片后面有一些 QR code， 我等一下可能就放在下面的那个桌子上它个 QR code 包括线上奉献，包括台神的 FB脸书包括我们的领头之声的那个讯息，还有包括
你如果要报考台神，这边也有 QR code 啊，那扫一下你可以知道一些资讯这样子哈。那底下我们有简短的几分钟的那个影片，可以放一下哈。那是台语的，抱歉哈，没有华语的，这个是台语版的哈。那我们可以听一下几分钟哈，然后接下来我就用信息跟大家分享。人跟人的距离变得遥远，被开发了，变远，各种能力爆棚，变得更近，真让人头痛，完全没距离，紧密结合。去年疫情爆发以后，学校改善真侪视听设备，因为有提前准备，我会通伫今年5月份忽然间升到3级警戒时，会通平顺面对。今年的毕业典，我用同样的方式传达听的信息，分享师生温暖的祝福，并提醒毕业生毋通袂记得上起初的呼召。立案了后，台神旨意提升学术产出，努力产官学的合作。感谢主，阮伫今年6月份得到教育部评鉴通过。这个全面性的通过，无仅代表是咱教育得到更较侪认同，像是也伫未来对学术界甲社会会当做出更较侪贡献。今年3月底，南寮完成整修，是真侪听主的兄弟看见是咱教育顶面的需要，出钱出力，斗阵完成的工作。伫准刚礼拜迄天，有真侪过去带过南寮的牧长，倒转到学校，甲阮三甲欢喜。伫南寮完成以后，学校接续进行女神寮的整修。第新学期的开始，台神必须凭着信心，迎接一个无确定的未来。对台湾教会来讲是真大的挑战。当主日礼拜所有的聚会，甚至是婚礼、丧礼，只有会当以网络来进行的事，伊打破了咱伫教会生活的惯性，重新思考教会存在的目的，也互咱重新操练伫信仰中上基本，却也是常常互人忽略的实践，就是专心较无上帝的话。真实的敬拜甲祈祷，并且甲主内兄弟姊妹三夫妻三结连，真实过基督徒的团体生活。这互咱想起一句话讲，这是上歹的时代，也是上好的时代。当然，今年的疫情也互神学院的经费面对上大的考验。神学院会当继续培养教会未来的侍奉者。若无地方教会兄弟的奉献，实在无法度达成。阮非常需要你的奉献。地位兄弟继续用基督奉献来支持台湾神学院，互阮伫信心的引带下面，会当看明上帝伫这个世代的作为，也互阮会当勇敢回应上帝所交托互阮的使命。好，那我们今天要用诗篇121篇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哈。我在神学院是教旧约方面的老师哈，旧约包括当然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大概几乎都
应该是这些卷都有走过哈，还包括教希伯来文哈，所以我到教会都喜欢分享旧约方面的经文，因为许多教会比较信息有时候会着重在新约方面啊，可是整本圣经其实旧约包括到4/5的经文内容哈。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哈。如果你的前面有圣经，我看见我们是这个和本哈的新标点我希望这个借着诗篇121篇跟大家一起的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啊。圣经我们阅读的方式最好是用翻开来、打开来读的。好，圣经最好不是最好，应该不要在你的手机里面。当然，为了方便，有时候要查阅，可以在你的手机里面。可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习惯是划开你的手机来读圣经，那个圣灵的工作应该比较小。我不是说绝对没有，但是圣经是翻开来读。你翻的时候，你会对上帝话语的态度会不一样，因为你在查阅而已。但是圣经不是如此的哈。诗篇121篇，好，我今天用这个耶和华是保护者跟大家来一起的思考。诗篇全部有几篇来，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带乐团乐队，诗篇全部几篇？要知道圣经一定要熟哈。要报考神学院最基本的，你圣经一定要全部读完1遍2遍以上如果你没有好好读，这个不容易，因为我们要作为一个对于上帝话语侍奉的这样的一个传讲者，对于上帝话语要熟悉。诗篇全部有150篇，150篇。那美国的这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这个教授Brian Anderson 他讲过一句话：上帝在圣经里面大部分的话语都是上帝对人直接说的话语。可是诗篇不一样，诗篇有什么特点呢？诗篇是上帝透过人对他说的话，再来对人说话。诗篇里面记载的有很多丰富的内容。诗篇的内容它包含的这个对不起，下来好我们刚才说诗篇150篇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类型的诗篇有赞美诗还有什么？有赞美诗，当然我们知道诗篇后面这个哈利路亚诗篇的很多赞美诗。除了诗篇有赞美诗，还有什么感恩诗？有不同类型的诗篇。有没有哀歌你读诗篇有没有感受到诗人有流眼泪 ？Hello， 你们要有反应我希望讲到你们要有反应不要睡着了诗篇里面诗人不是你看有各式各样的祷告，他把心里面各种愁苦来向帝倾诉，然后上帝借着人对他说这些话，再一次的记在圣经里面来对人说话，所以这是很宝贵的，让我们看到整个诗篇里面不是随时都是哈利路亚，有时候人有很多苦闷的，有很多困难，在上帝面前就是上帝，我的仇敌比我的头发还多当然他可能不是光头了但是有很多的愁苦，很多的困难，每一个人都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有谁没有困难的？我们当然信靠上帝，但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是好所以那诗篇121篇呢，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诗篇呢？它是属于一种信靠诗就是特别强调信心挖克兄弟这种类型的这种诗篇就你们我到教会都会教导一下或者是说讲一下你们在教会里面讲的这个赞美诗里面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这个知道了就不要说了，李长老刚才可能听过了哈利路亚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吉他手还是贝斯要讲一下哈利路亚什么意思赞美主。好，有没有别的答案？这边哈利路亚什么意思？猜猜看不要害怕
你们同意他吗？还是有别的不同的答案？想一想。啊，哈利路亚什么意思？不常在教会讲吗？那你要讲出来啊！啊，来后面有没有哈利路亚什么意思？随便讲一个。还是你赞同他的？你就说赞美主哈，要去思考。哈利路亚其实最正确的希伯来的文法的翻译应该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说赞美主 OK， 但是如果要考试的话，我大概只能给你90分，因为哈利路它是一个第二人称阳性复数的命令式哈，这个你们要赞美，然后那个哈利路亚是耶和华一开始的简称，所以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好，当然讲赞美主可以，但是主神在圣经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哈。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对于我们所敬拜的，我们唱的诗歌内容，其实都要去明白哈。你们刚才唱的那个诗歌里面，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啊，这个又是叫我头抬起来的，是出自哪里啊？知不知道？好，今天一直考试哈。诗篇第3篇啊，这些很多你们今天唱的诗歌很多都从诗篇出来的，诗篇是非常宝贵。好，我们来看诗篇121篇哈，这个好，没有啊，没有出来，奇怪。好第一点，我们来看第1节、第2节怎么讲。耶和华哈，这个121篇，好，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看你的圣经哈，我又问问题了哈。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人一开始哈，他这里就说我要向山举目。好，我被哑巴刷哈。为什么要说我要向山举目啊？为什么要向山举目？啊？你们都不回答啊？想啊，你们查经，你们读圣经要读过去，要了解啊。为什么诗人要向山举目？因为他下一句怎么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诗人在我们说这个信靠诗，好，120篇到134篇，它是属于一种前面都写小小的字叫上行之诗，有看到吗？有看到？好，上行之诗是什么？这个120篇到134篇这15篇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的字。这个上行之诗一般来说是在旧约的时代，那群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旅途当中所唱的诗歌。所以然后耶路撒冷是它那个圣殿是盖在山顶上，所以你不管从北下来，从南上来，从东从西，你到了耶路撒冷当然是那个路程走到最后到了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其实是一直往上。好，它的这个路程当中所唱的诗哈，这是一种一个理解哈，这是上行之诗。121篇是属于这个信靠诗，也是属于这个上行之诗。然后一开始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很有可能是为什么诗人说我的帮助呢？因为怎样？他需要帮助，最简单的答案。那他为什么需要帮助？因为他在旅途当中，他可能遇到了困难。这个帮助是不是只是随时的说这个我查不到什么，你帮我 Google 一下这不是这种帮助哈。这个帮助可能他在旅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危险，所以他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向山举目的时候，我说这边可能是一个山。山可能是指山神，为什么呢？在古代近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的旧约时代，我们知道说有很多迦南的一些民族，那些民族他们敬拜的神当他们不敬拜耶和华，或他们不相信以色列的上帝，他们会在山上会筑坛，会在山上或者是建造他们所敬拜的这些神庙等等那这个当然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人去过以色列的或者当然是过去几年没有机会过去2年去到今年都没有机会出国有一天你们如果去以色列的话或者是到这个约旦以色列的地方很多荒野其实是看过去都是黄黄绿绿的黄黄的一片那
像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甚至帝王的坟墓啦，君王的一些坟墓，或者是他们庙，它会盖在山的那个顶端哈。好，那这个山，好说它指的可能是指山神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可是这些他们在朝圣的过程当中，他们看到他们需要帮助，可是他的帮助会从那个别的神明而来吗？不是的，他说我的帮助是从什么？第2节说我的帮助从哪里来？不只是从耶和华而来，前面讲说是什么？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们要看圣经是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这样讲呢？他直接说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就好了。可是他讲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看，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是诗人敬拜的、相信的神，而且他表达出来说，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也是怎样？也是垂听他祷告的上帝。上帝不是这位耶和华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后，他就好像高高在上，不管人的一切需要。你把你的自己心里的需要带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祷告，你有没有相信主会垂听你的祈求？你有这样的信心吗？还是觉得主我祷告，可是我不觉得上帝会垂听我，我没有信心即使你没有信心，你要说主我虽然很小信，但是求你赐给我更多的信心。诗人祷告是说，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那位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耶和华也是在你身边，当你有需要来到神面前垂听祷告的那一位。这是诗人表达的信心。接下来我们马上看到说第3节怎么讲第3节怎么说呢？看你的圣经第3节，我们一起读第3节、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觉。第3节注意到，你仔细读的话，有什么改变？我答案已经写在投影片上了，不过我希望你们看经文，读圣经要读得很仔细第3节这边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注意到第1节、第2节怎么讲？第1节、第2节那个诗人祷告是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第1节、第2节是用第几人称在讲话？第一人称，用一大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好累或者我今天不想去礼拜堂我第一人称讲话。可是第3节怎么讲？他不叫你的脚，必不叫你的脚摇动。这句话是谁说的他又必不叫你，这边有好几个人称，这句话是谁在说是第1节、第2节这个人吗？是吗？他对谁说？他对他的同伴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第1节、第2节他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他意思说你第3节你说他对别人来讲了，是不是？他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可是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讲话的人是第1节、第2节讲话这个朝圣者，这个以色列人他的同伴。当他讲完说我怎么样的时候，有人跟他回应了。好，你们唱诗的时候有人被消音了。好，谢谢。好，第1节、第2节他讲完然后第3节有人跟他回应，他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所以很可能是个诗人，他的同伴在这朝圣的过程当中回应了他，说这位耶和华他是不叫你脚摇动的上帝，然后保护你的是一个不打盹的。为什么这边特别强调？你看不打盹重复了2次保护你的必不打盹，而且第4节又说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
啊，你如果在神学院上我的课，你不太容易打盹的。你要睡觉，我会请你眼睛张开，然后让我们想就是专注在上帝的话语里面。第4节说，保护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怎样，也不睡觉。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为什么他强调说这个不打盹不睡觉？他讲到这位保护以色列是不打盹的上帝，为什么他这样讲？当然我们知道说去朝圣的过程里面是走很长的路程哈。可是当这个在第4节强调说保护以色列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是很可能是在旧约的时代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我在上面已经有写了哈。如果你们对旧约圣经熟悉的话，在亡国的时期，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听过吗？有人知道先知以利亚？有。你如果不熟悉旧约圣经，你要回去好好看，因为你不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力量。你要去读上帝的话语，要熟悉它，因为我们每天接受太多的资讯都是从手机来的，但是那些东西有些当然是好的，但是有一些也占据了我们的心灵思想，不容易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上帝的话语来炼净。先知以利亚，他的时代，当时的君王叫做亚哈王。亚哈王他娶了一个王后，是一个外国公主，应该当时的腓尼基那个民族的公主叫耶喜别。所以亚哈王跟耶喜别怎么样？就带领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去敬拜谁啊？敬拜巴力。巴力是一个，当然他强调有丰收生命。这样的一位神奇这样的神明，可是他并不是真正的神。可是因着君王的带头，导致当时的所有以色列百姓都去随从拜巴力了。而先知以利亚被上帝呼召来，然后后来就跟巴力的这些先知他们做一个挑战，所以两边就在比赛，在记载在列王记上18章他说我们来比赛，看谁所相信的神是真正的神。当时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的这些先知们，就是拜巴力的先知们说，我们比赛。这比赛的规则是什么呢？两边都要筑一座坛，筑一座坛，然后把这个木材架在坛上面。但是比赛的这个原则就是下面不可以生火，然后他们两边都去牵一只牛犊来，然后把牛犊切成块，切块怎样？你说准备要烤肉是吧？切成块以后，等于它就是成为祭物，然后把这些切成块的牛块放在那个祭坛上面，然后两边就祷告，然后他们同意的原则就是说，当他们祷告的时候，哪一位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所切成牛块，完全的。好，从上帝，如果两边他比赛的这个原则，如果就是说从天上祷告的时候，哪一位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那个祭坛那个献的祭烧掉的话，他就是真神。所以先知以利亚就说：“好，你们人多，你们就这个巴力先知，你们开始吧。”结果先知这些巴力先知从早上开始，他们就围着他们所筑的这个坛那边跳舞。然后祷告，巴力啊，就听我们，巴力就听我们。到了结果怎么样？一直到了中午的时候，有没有反应啊？有没有反应？你们不要像那个，你们要有反应啊！没有反应，对。巴力的先知们祷告了半天没有反应，你们一定要反应，你们不可以没有反应在列王记上18章那边记载着说，他们从早一直到了中午的时候，不断的在那边跳，然后呼求巴力，然后说就听巴力啊，垂听我们的祷告，从天上降下火来，结果都没有声音，没有回应。
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好，在18章的那个27节那边说，以利亚就嘲笑他们，说你们叫了不够大声哈，你们大声的叫再大声一点，因为他这个巴力是神明，他或许在默想，或许他正忙着，那个原文原来意思说他可能去上厕所了，或者呢他在路上散步，还有呢他可能这个巴力怎样睡着了，所以要怎样大声的叫把他叫起来，结果他们继续的叫，巴力都没有任何的回应。那甚至这群巴力先知怎么样？拿刀子划自己的身体，让身体流出血来。但这是异教的风俗，他们用这种方式要来祈求巴力垂听他们祷告，降下火来，结果都没有反应。后来先知以利亚就把以色列百姓叫到他这边说：“你们过来。”然后以利亚先知向天上的耶和华祷告。祈求说：“耶和华应允我，耶和华应允我，使这百姓知道你耶和华是上帝，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的。”当以利亚祷告完之后，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所筑的那个坛上面的祭物全部烧掉，百姓就全部俯伏说：“耶和华是上帝，耶和华是上帝。”当诗人在121篇这个祷告跟他同伴所表达出来的耶和华是一个不打盹的神的时候，很可能他们有回想过去在以色列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位保护他们的是不打盹的上帝，保护以色列的是不睡觉的上帝。我不晓得你们的经验怎样，有时候我们祷告说，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的祈求，但是他不是没有垂听。诗人他的祷告，他所表达出来是这位上帝是不打盹的上帝，就像是他那时候在旧约时代垂听了先知以利亚祷告，这位耶和华也是诗人在诗篇121篇的这位耶和华，是保护他们的，是不打盹的上帝，也是我们今天在疫情时代，当我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这位神也是不打盹不睡觉的上帝。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在下面，当然这个图像是让你们想象一下在山顶上面筑坛的时候他们因为这个献祭都是在山顶上面嘛第三方面我们看到这个诗篇121篇，接下来他怎么讲第5节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为什么讲白日太阳不伤你，夜间也不害你？你们读诗篇都不去想的吗？你们读圣经要去想对不对？你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讲白天太阳不伤害你？你说是做日光浴可能会被太阳晒伤，是不是？那夜间呢？夜间有月光浴吗？当然这有可能，白日夜间表达出来的这是你说他们对于这异教的迦南的这些风俗他们敬拜有的是像太阳的神或月亮的神明那些异教的这些神明都不可能伤害到你。诗人不只表达出来这样子，而且表达出来，他们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不是马上一下就到达？弟兄姐妹，你们今天来到建成教会敬拜，你是怎么来的？有人走路来的吗？有走路来今后运动有人坐捷运来吗？有有人开车来吗？有有没有人坐高铁来？最远的从哪里来？每个人来到教会不一样。那当时在旧约的时代，这一群人来到，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敬拜，其实是很长的路程所以他说白天夜晚，白天夜晚，他可能经过好几天的时间他不是一下子就到我这边举一个例子，是圣经当中有没有例子，当人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时候，其实可以看见不止一天的路程。最明显的就是耶稣基督的例子。记得
耶稣的小时候，他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2章那边记载。你看读圣经一篇诗篇，你可以往列王记去翻，你也可以往新约去翻，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路加福音2章记载耶稣小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们如果很快的可以看到的话，打开你们圣经路加福音2章，路加福音第2章，那里描述说，在41节，因为翻圣经要很快，翻到路加福音2章41节说，每年逾越节，他的父母指耶稣的爸爸妈妈上耶路撒冷去。当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过节的规矩上去了。结果守满了节期，他们要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可是他爸爸妈妈知不知道？他爸妈不知道。然后他爸爸妈妈就回去了。那底下怎么讲？以为耶稣是跟他们同行的人在一起，所以表达出耶稣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耶稣的爸爸妈妈带着他，还有他们全家，可能还有亲戚，一起的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他们不是只有几个人哦，他们敬拜的人，一群人，说不定比我们今天的人还多哦。我不晓得有多少人。可是你看，爸爸妈妈会以为耶稣跟他一群同行的人在一起，结果那边描述说走了多久才发现耶稣不在啊？走了1天呢，走了1天才发现孩子不见了。我们现在最担心的什么东西不见？最担心就是手机不见了。东西不见了，有时候因为东西不见，就是有时候我没有注意，然后过一阵子不见的时候，想不起来到底在哪一时刻不见的。这里你看到耶稣的爸爸妈妈发现耶稣不见是已经走了1天的路程，可见他们还没回到他的家乡加利利哦。那是新约的时代。那我们今天读诗篇是旧约的时代。那旧约时代那时候当然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那一定是比新约时代走路更困难，不是吗？这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敬拜神。可是诗篇121篇我们看到，他这里说保护你的不打盹，而且耶和华要随时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这位耶和华是24小时的保全人员。这诗人还有他的同伴表达出来的信心，耶和华是24小时的保全人员，他随时的在保护你。因为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做基督徒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对不对？别人说你信主，你是去教会的，他们有很高的标准啊。我们现在都很少带便当去学校了。我在国中、高中，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都要蒸便当，在全班要带着每个人带便当装在铁盒，那个不锈钢的铁盒子里面，然后去蒸，然后拿回来。然后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可是我基督徒就要谢饭啊。那谢饭完以后怎样？便当就不见了，因为同学就会把你拿走了。你是基督徒啊，你就知道说，谁把你便当拿走了，然后喜欢笑你啊。有的人就是他觉得，你是基督徒，要求要更高，他自己怎么做都没关系。可是你是去教会的人，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哦。做基督徒不容易，对不对？好，这里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其实耶路撒冷，对于那些以色列来讲，耶和华是。他的命令说，1年3次，以色列人要到我的殿中来敬拜。所以，可这群朝圣者在这篇诗篇里面，他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他再一次表达出一个信心。这群到耶路撒冷去朝圣的以色列人，不管他们从最北的地方、从南的地方、从东的、从西的，到耶路撒冷朝圣。在最后的结尾说：“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其实这句话是我们常常很熟悉的经文。有人要去旅行，你可以用这些经文来为他祝福。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可是我问，你出是从哪里出来啊？你出是从哪里出来？家里，对，从家里出来。那你入呢？回到家里，可是不要这么快回家，
这群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以色列人，他们说：“你出是从家里出来哦。”在以色列不知道什么地方，你出从你家里出来。啊，我们从出门的时候一定是很赶啊，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今天你从你家里出来的时候，你是左脚先踏出来，还是右脚先踏出来啊？不记得哈，你今天回家你入的时候你要记一下，你是哪一脚先进去？你出你入，其实这句话已经讲出这一群从自己家乡要到耶路撒冷朝圣的以色列人，从家里出来，然后他们必须到达耶路撒冷来敬拜耶和华嘛，走了几天的路程，白天、夜晚，白天、夜晚，中间可能遇到危险哦。然后到耶路撒冷敬拜耶和华，然后呢，他们献上他们的祭物、礼物，然后再从耶路撒冷回到家里，进到家里，你打开门，然后坐下来，才是你入嘛，对不对？所以你出你入，耶和华会保护你，这是表达更是一个信心，是这个不容易的过程。记得诗篇121篇，我是希望说，弟兄姐妹，第一，我们读经要慢慢读，细想上帝的话语，同时也学习他们的信心。诗人他在借着这篇诗篇，他看见他们这耶路撒冷的图了啊，那他们怎样？他们有很清楚的属灵的目标，因为他们是到耶路撒冷作为他们朝圣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主的人，自己是不是我信主了就好了，受洗就好了？不是，我们要有属灵的目标。你属灵目标可以包含说，我个人你想说，我自己可能平常有时候太累了，没有养成灵修的习惯，没有每天读圣经，是不是想办法让自己把一段时间一定要留出来，每天用10分钟、15分钟也好，好好的读几节圣经的经文，跟上帝祷告。这可能是你的属灵目标，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姐妹，你觉得他好久没有来教会了，你想关心他，为他祷告，或你的同学，还是你的好朋友，有时候你们看电影就一起去了，可是来到教会你没有办法邀他过来，他就是不愿意进来，你有没有为他祷告？如果这个信仰这么宝贵，你自己得到了，你愿不愿意跟别人去分享？那是不是你属灵的目标？要定下属灵的目标。同时，这篇诗篇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我们也不要错误的应用。有时候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所以我们就怎样？跳楼。这样是不是？这样就不是正确的应用了。耶和华是我们保护者，我们还是要遵守一切的大自然的原则。天气冷了，一定要加衣服。你感冒了，你可能要么你就多喝水，或是你要看医生，你没有注射疫苗的，你要去打针，要去打疫苗。当然，我们全台湾的覆盖率越高，其实对全台湾越好。当然，个人性的你有困难，你可以问你的自己的医生。但是我们还是要遵守大自然的一些原则。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在过斑马线看到红灯，你还是要停住不可以闯过去，说耶和华会保护我，不可以这样子。所以这避免错误的运用。同时我们这群敬拜耶和华的朝圣客，他们是顺服上帝的话语，顺服上帝的话语。为什么他们到耶路撒冷朝圣？因为在申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16章16节申命记16章16节，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你们的男丁除酵节、七七节、住棚节，1年3次到耶路撒冷这种地所选择的地方来见我，不可以空手来朝见他，不可以空手来朝见耶和华。这是上帝对所有以色列百姓的命令。他们到耶路撒冷去朝圣，是顺服上帝，遵照上帝的话语。他们有清楚的属灵目标，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们。而且他说不可以空手的敬拜他。到上帝的殿里来敬拜，
要预备的心。你下次试试看，你礼拜天来到建成教会敬拜，你礼拜六晚上你就先预备好，礼拜天要奉献的金钱，要穿的衣服，你要几点出来，都先预备好。为讲道者祷告，为自己祷告，为前面领会的祷告。你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不一样，因为你有预备的心，你不是空手而来。因为你是空空的来，上帝也不容易赐福给你，因为我们没有预备，我们心里塞满别的东西，上帝要赐福的时候，你里面的东西就把上帝要赐的福把它排除出去了。所以不要空手的来朝见耶和华。借着这个诗篇121篇，我们一起的来思考。所以你是不是有属灵的同伴？你有没有很清楚的属灵目标？我们走在属灵的道路上真的是很困难，太容易了。我们每天受到的各样的引诱，手机上面各样的资讯，LINE 里面有时候就传过来一下子东西，我们心里就分神出去了。可是我们到底花多少时间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那是最宝贵的。彼此鼓励，甚至是全家，我是希望说能够来到神面前，那是一个很大的赐福，不只是自己得到你的这个宝贵的信仰，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有男朋友，你有女朋友，你交往的时候，你有考虑，你也把信仰介绍给他。你在为自己另一半祷告，寻求你将来的伴侣，你有没有希望说，主啊，赐给我一个在主内的弟兄和姐妹，让我们可以一起的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在今天台湾社会是很重要的，因为唯有愿意的在神面前这样一起走这条天路，你这样才能够守得住。有时候一个人走是很孤单的，所以说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那是一种彼此的鼓励。每个人都有软弱，我刚才说过，做基督徒不容易让彼此鼓励，一起的在主里面互相的扶持，然后走这条天路。当然，我们今天的属灵目标不是到今天的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去朝圣，我们目标是将来天上的耶路撒冷。那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过程当中，彼此互相的帮助，一起的来向耶稣基督是那位创始成功了，来在我们前面领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敬拜，愿主你施恩，让我们的心可以向你敞开，让我们的信心可以提升，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眼目时时的向你仰望。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叫我抬起头的神。我们一起起立来唱我们的回应诗，叫我抬起头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你是我的磐
是我的帮助。请老师助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一切的恩典，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信靠你。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可以向你呼求，阿爸父。愿你保守以色列的，你是这位又真又实的神，又真又活的神，也是我们今天保守建成教会弟兄姐妹的上帝。愿我主耶稣基督满满丰盛的慈爱，天父的怜悯、恩典、圣灵的交通启示，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来唱最后一首会后诗《免惊》，一起拍手。哦，主，求你使用我。哦，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免惊，走会惊，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哦笑。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我哦哦我哦我哦大声说，嘿，大步走，嘿，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免惊，嘿，走会惊，嘿，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哦，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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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裔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会后可以交谊请安。